心！你没事吧？小心！雪琪！赵小凡，雪琪！小凡，好冷啊！小凡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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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醒醒啊！醒醒啊！爹娘在这里呢。爹在这儿呢。小凡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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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我呀！还记得我吗？爹娘在这儿你还记得我吗？我在这儿呢，小凡，在这儿呢。小凡，小凡，小凡。娘，小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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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还记得我吗？小凡，小凡，你还记得我吗？
小凡，雪琪，张小凡，别叫了，你不怕秦无言听到吗？好了，谢谢你。他们是跟着父母出来的，一定是往那边飞过去了。我确实梦见了草苗村。小凡，小凡，来呀，小凡啊！跟我玩啊，小凡！小凡，我梦见了我爹，我娘，还有我的朋友。小凡，不要被心魔和执念所左右。依琳以执念生气为食，想一想开心的事情，不要消沉。小凡，不要被心魔和执念所左右。小凡，张小凡，张小凡，小凡，张小凡。小凡，张小凡，没错，我们可以出去。他们怕我的法宝。你这法宝看上去其貌不扬，究竟是什么宝物？它就是烧火棍，在打如风的时候，我就用它做饭。没想到我艰苦修行12载，又蒙恩师赐予我天涯神剑，竟然败在了你的一根烧火棍之下。不过最后还是师姐赢了，我被打得重伤吐血。我也没好到哪儿去，被你打得卧床禁月。得罪了师姐。这儿到底是什么地方？我也不知道。刚才醒来的时候，我们就已经在这儿了。能遇见吗？飞过去看看。啊。不必勉强。我现在也无法遇见。我们四处看看，总归能出去的。等等，这里面有鬼，千万不要踩进去。一潭死水，能有什么鬼？
方才那蝙蝠就是从这个方向飞去的，小凡可能就在里面。那你进去啊，快去啊！哎，行了行了，我有办法，交给我吧。来，跟我走。碧瑶，我的女儿，碧瑶，来吧。你好，来吧，碧瑶，来吧，我的女儿。别过去！刚刚那是什么？师尊和我说过，世间有怨灵肆虐，埋藏于地底，以贪嗔痴为三毒，以为恶怕恐惧故，眷恋尘世，不愿消散，称之为阴灵。没事，我有办法。拿着，拿着呀！一人一张。我们啊，把这个符贴在脑袋上，这样阴灵就感觉不到我们人的气息了。走吧。走走。小凡，怎么样？没事。想不到，今日你我并命于此。还没有结束，不要放弃。张小凡，张小凡。小凡，小凡，小凡，你怎么样？雪琪，没事。雪琪，你怎么样？没事吧？啊，没事吧？此地不宜久留，我们找个安全的地方。来，我扶你起来。他们就这样下去了？他们几个人有一个算一个，好像生怕我进去要夺宝似的。他们青云弟子是一伙的，想不到又和你们魔教勾搭上了。哎，你说什么呢？小凡哥哥他们是为了你好，就你那点本事，还不够下去给怪物当盘菜的呢。哎，我怎么了？先别吵了。姐姐，他们武功高强，不会有事的。小魂，你不知道里面的凶险。我合欢派之所以定居于都，为的就是守护这座地宫。于都城下不是黑心老人的老巢吗？跟你们合欢派有什么关系啊？昔年，我派因为兽神之事起了内讧，本派金陵夫人已无求生之念，
便进入地宫，和黑心老人一起长眠于此地。那里是他们的殉情之处。我看过金陵夫人留下的门中古卷，黑心老人本来就擅长奇门遁甲之术，金陵夫人更是设下幻术布置，里面是机关重重。而且我听说万毒门寻找万福古窟已数百年，秦无言敢下去，肯定是对里面的情况有所了解。这是敌暗我明，小凡他们恐怕九死一生了。小凡不能有事，我得去帮他们。我要保护先祖的遗骨不受侵扰，而且我还欠小凡他们一个人情。一起吧，我跟你一起去。哎，等等，青云门和你们天音阁都下去了，我更是责无旁贷啊。静云，刚才我在紫菱园里看见了死去的亲人。魔由心生，世间苦痛，这些阴灵都是因为执念而生。你不要再去想了。碧瑶，你没事吧？我当然没事了。这都几个时辰了，你们别再拖后腿就行了。谢谢你来救我。雪琪，你内伤不轻，要不然先回上面去吧。不必了，秦无言不知道到第几层了，我们得尽快。大家小心一点，前面路不好走。哇，这什么东西啊？这么多泡泡！说不定是什么机关，尽量不要去碰。小七，看来他们已经设法通过这里，并且设下封印，免得这些蝙蝠逃出。能否彻底除掉他们，免得逃出去害人？
下面还有多少机关？不太清楚，古卷残缺，只知道这里有3层，光凭武力和修为是过不去的。宝物是不是就藏在第3层？你问这个做什么？如你所言，秦无言知道地宫结构，很有可能已经到达第3层。咱们要赶紧下去提醒小凡。这什么地方？痴情只为无情苦。这里应该就是五海中最神秘的无情海。无情海。你就不用担心你那个青青小师姐了，先担心你自己吧。我没那么犟。之前在碧火天冰湖，你拼了命的去保护那个叫什么灵儿师姐的，今天你又奋不顾身的去保护那个陆师姐。哎，你到底有几个青青小师姐啊？不是你想的这样的，她们只是我的师姐，你别乱讲。你眼睛不舒服啊？小凡，小凡，秦无言，你到底做了什么？是我师傅下的毒，你的小情郎体内被埋了这么久的蛊毒，这可不能怪我。秦无言，你要敢动我一下，我爹不会饶了你的。你爹？待我取了天书以后，你爹可就再也奈何不了我万毒了。走。你的目的是天书？正是咱们的无上秘典天书。昔年黑心老人复活兽神无果，天书也因此随他一同深埋滴血洞下。若我所料不差，应当便是在这无情海之下。只是，我派秘典记载，任何人想要通过这守护滴血洞的妖兽面前，还需要一点点祭品。对不住了，碧瑶，我既不想跟你爹结盟，又不想像一众青云少侠们那样，我对你毫无怜惜之意。那么，就请你为我充当这祭品吧。彪！没事吧？那是什么？黑水玄蛇，是一个上古妖兽。你快走，不引开他。你别动，我有办法。我们走。
碧瑶，醒醒，醒醒！那条蛇呢？我也不知道，他把秦无言吃了，是不是中毒，闹肚子了？哎，你武功那么差，干嘛还要救我？可是，你不是也来救我？下次别这么冒失，太危险了。还不是你傻。我，这里没路了。这里应该是地宫的最底层，没别的出路。哎，这后面是什么？哎，我还以为这里面是血呢。这个水滴在这个石头上，就像在滴血一样。滴血。滴血洞，原来这里就是滴血洞。好你个黑心老鬼，居然把地宫造在这个地方，难怪数百年来从来就没人找到过。你帮我们就是为了找这个地方？废话，难不成我一个鬼王宗魔教妖女，还帮你出门卫道啊？这里边到底藏的是什么？你和秦无言冒这么大的险，不惜连性命都赔上。黑心老人你知道吗？炼血堂、避火天冰壶，年老大记得吗？嗯。炼血堂当年可是我们总坛的第一大门派，就是因为建造这个地宫的黑心老人。不过可惜，后来因为一场正魔大战，令他元气大伤，最终销声匿迹。这就是他的埋骨之地吗？不知道。不过我们各派一直流传着一个传说，说黑心老人把无数秘密法宝都藏在这个叫滴血洞的地方。看来我们一时半会儿也出不去，先找个地方好好休息，保存体力。我想叔叔他们一定会想办法救我们的。陆师妹，你没事吧？你们怎么会在这儿？还不是这些气泡像美梦一样。哦，我明白了，这是一种会迷住人的肾气，如果戳破了它们，反而会沉迷在里面。小凡和碧瑶呢？啊！完了，他们不会是掉下去了吧？哎，这样，我们先别担心，小凡本事那么好，一定不会有事的。而且碧瑶是鬼王之女，想必对万福古窟是有所了解的。阿笑，麻烦你用轮回珠开路，我们先下去看看再说。咱们下来多久了？差不多10多个时辰了吧？不知道金宇他们怎么样了？我看他们自身难保，咱们也自求多福吧。他们一定会来的，再坚持一下吧。谁知道咱们困在这里了？多半肯定都以为咱们被黑水玄蛇吞到肚子里去了。难不成他们能有通天的本领，还能挖地3尺，挖到无情海下面来吗？沿着这个水流，就可以找到咱们的藏身之处。我相信他们一定会想到这个办法的。这里只有水，光靠水也活不了几日。
小凡，你还记得你让我去救小环的时候答应我的3件事吗？最后一件事，再过几日，你看我要是不行了，就先杀了我吧。如果你一心想活，就杀了我，吃我的肉，这样可以多活几天。你疯了？不可能，我绝对不可能做这样的事情。你别多想了，他们一定会来救我们的。你为什么总是说死呢？你不也总是死来死去的吗？你命都不要了，有什么资格说我？如果牺牲自己的性命，可以保护我最重要的人，我可以。但是要我轻贱性命，是绝对不行的，你懂吗？不懂。我只知道，能让你多活几日，他们找到你的几率就越大。在我小的时候，胡岐山被你们这些正道连手偷袭，连血堂半路伏击，我爹娘都被打散了，娘带着我一路逃跑。后来，我们逃到了一个山洞里面。那个山洞和这里很像，除了岩缝间滴下来的几滴水，周围便是一片坚硬、冰凉的岩石。娘每隔一段时间都会给我送来一片肉，就这样，我活了下来。终于有一天，我叫娘，她却再也没有回答过我。就这样，我一个人在黑暗当中等了很久很久。你知道一个人等死的滋味吗？你知道娘的尸体就在你身边慢慢腐烂的气味吗？你知道一个人永远在黑暗当中，永远生活在恐惧当中是什么样子吗？就这样，我在那漆黑的洞里，不知道过了多久。爹一直没有来，直到有一天，我头顶上出现了一道光亮。那时候我没有力气，也不敢出声，只好躲到最深的角落。
那道光好温暖，我看见了一个提灯的小孩。他给了我一线生机，可是我等了很久，直到晕了过去，他都没有再回来。等我再醒来的时候，原来是爹找到了我们。我忽然很害怕，比我一个人在黑暗当中等死更加害怕。我小声地叫着：“爹，爹！”青龙大哥站在爹的身后，可是我却不知道娘在哪儿。我小声地问着：“爹，娘呢？”爹却没有回答我。他救了我，将我抱在怀里，离开了那个漆黑的山洞。在离开之前，我顺着他的肩膀，偷偷地往下看。却看见我娘躺在血泊当中。一念成执着，沧海变荒漠，轮回中，我像飞鸟经过，记忆中停泊，点一盏烛火，那微光能否照亮寂寞？听雨声。